做手术疼吗？我没做过。最痛的是什么地方？我跟你讲，最痛的是你插导尿管的小鸡鸡，没有摔的这一段记忆是吧？对啊，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脑震荡的表现，就我们叫的逆行性遗忘，就是他只记得前面和他最后躺在地上这段时间，中间这段时间他具体怎么一个过程他就不记得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吗？还是这个骑车得戴头盔，一次没戴头盔就中奖了，太倒霉了。其实我还不知道，我给他打电话呢，我说你帮我去拿个快递，他说他受伤了。就你妈不给你打电话，你还不准备说是吧？他自己跑到人家那个药房里面去包扎的，他们也害怕呀，他们自己觉得闯祸了，他也害怕。当时很迷糊，出去玩，我带了个人，带了女朋友吗？不是女朋友啊，女性的朋友还是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男性朋友，男性朋友啊，好的。你是艺术生吗？你是学什么的？全名叫影视表演。影视表演，没事的，你现在已经在表演了。本来想的就是考个本科，然后去当兵嘛。想去边疆的。边疆对吧？这个估计可能去不了了。去不了了，对。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人生力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说不定你考试经过这1个月努力学习，考试特别好。